啊，夫人。夫君，王公公在中间堂等候多时。呀，怎么又来了？说是陛下遣王公公过来看望夫君的身体。看望个屁，他就是来催稿的。什么是催稿啊？催稿是一种极其令人发指的行为，它充分体现了剥削阶级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本性。催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，你废寝忘食的写，丫就没日没夜的催；你没日没夜的写，丫还是没日没夜的催。但凡你想休息一下，哪怕只是伸个懒腰而已，只要他看见你手上没拿着笔，他就会从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批判你。确实没人性。是啊。哎，夫君，你即使伸懒腰的时候，也一定要手里拿着笔。对。伸懒腰的时候一定要。王修，哎，你怎么不写啊？哎呦。王公公，你怎么来后院了？我来看看王修，怕他给累着。现在看来啊，轻松的很呢。哪里？我家夫君正要写呢，那笔都在手上，一点儿都没偷懒，对不对？就是伸那个懒腰，休息休息，对不对？啊？可这罪己诏应该3天前就交到我手上。王侯爷，这说不过去了吧？哎，不是公公，您看我这不是正要打算，咱们可都承蒙陛下隆恩，理当是死，不成功便成仁。你这伸个懒腰，可都能写2字了。公公，你这说的是不是？夫君。啊，对呀，公公批评的是，我已经谨遵教导啊，现在就写。看，我呀就在你府上住下了，什么时候写完，我什么时候回宫里交差。怎么不欢迎啊？啊，没有。啊，对，哪能不欢迎啊？欢迎啊！王公公能在我府上小聚几日，那也是我府上的光彩啊！小蝶，夏侯爷，小蝶啊，给王公公准备一间上好的客房，就要那间粉红的回忆吧，你懂的。懂。那公公，不如您先随他去看看那客房的颜色，您满不满意？可不许偷懒啊！一定。这个房间我要朝南的，窗户要4开的。对了，这个床可不能太软啊，公公我腰可受不了。给我点上2香，这皇宫里住久了，我可闻不惯你们外间的气味。哎，老四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也按照姐夫的吩咐，成立了慈善援助中心。这几日长安的富户已经都捐了，关中的富户过2天也都捐了。兰陵公主这次算解了燃眉之急喽。那咱们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姐夫的主意，再加我的办事能力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？这倒也是。哎，老四，姐最近又托人给你说了个婆家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嫁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女人到了适婚的年纪，你还不嫁人的话，别人要在背后说闲话的。谁愿意说呗，我又听不着。谁愿嫁就嫁，我不嫁。哎，我说你这个无赖样子跟谁学的呀？跟你姐夫倒挺像的。哎，我姐夫呢？我正好要跟他报账呢。哎，我现在都见不着你姐夫了。他干嘛去了？天天跟王公在房里呢。那你不管管？怎么管？皇上交代的。唉，难怪大唐遭此天灾，都是这败坏的风气所致。老四，我觉得你好像想多了。王修，嘿嘿，王修，我可憋那里6个时辰了，终于让我逮着你偷懒了啊！给我回去，回去！公公，我想尿尿，憋着，回去。
偷懒。栓子，睡觉吧。我不睡，你先回去睡吧。哦。栓子没事儿，我陪你。我没事儿。小蝶，你也走吧，不用管我。小蝶，小蝶，过来。哎，你去吧，二夫人叫你呢。那我走了。我说过我没事儿，你也回去歇着吧啊。哎呀，王公公，您睡得可好啊？我没有睡。佛秀，学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这个，灵感枯竭，我能不能也想睡哟？那不行，我都还没睡呢，你就想睡觉啊？可是我夫人她已经都睡了。王修，现在不是想夫人的时候。如果你闷的话，这不是还有老参陪着你吗？啊，5块钱。还是不太一样啊。快些，快些！再说说那二狗，二狗跟我从小关系就不错，勤勤恳恳不惹事，本本分分不招摇。十里八乡，谁要是一提起二狗的名字，那是没有谁不竖大拇指的。栓子，你这朋友还真不错。那必须的，二狗还特别聪明，什么看门防小偷、上房抓耗子，他都会。你就爱开玩笑，怎么把你朋友形容的跟狗似的？二狗本来就是狗，那为什么要叫二狗？因为还有大狗啊。刚才我怕你嫌我啰嗦，我就没说大狗的事儿。既然你这么一提大狗，那咱就说说大狗。大狗的事就算了，说说别人吧。别人啊，那说说我三舅老爷吧。我三舅老爷是勤勤恳恳不惹事，本本分分不招摇。十里八乡，谁要是一提我三舅老爷，那没有谁不竖大拇指的。栓子，还是说说你自己吧。说我自己啊，我是勤勤恳恳不惹事，本本分分不招摇。十里八乡，谁要是一提我栓子的名字，那没人竖大拇指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提我了，我又没什么优点。我觉得你优点挺多的。真的？那我有什么优点？一时想不起来，但肯定有。哎，慢慢想，我不着急走。还有什么？真没啦。仔细想，别放弃。睿智。举个例子。例子真举不出来。仔细想，别放弃。不想啦，再想我都快吐了。哎，行，那我再说说我四舅老爷。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到一个。什么？啊，你看你跟这里所有的人都相处那么好，不像我，大家都讨厌我。谁会讨厌你？有谁会讨厌你？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看得出来。我觉得吧，你没必要强求所有人都喜欢你，你又不是钱。就算你是钱，那还有那不爱钱的呢。你见过不爱钱的？我就认识一个不爱钱的，
还是高人，才高八斗，名利淡薄，有钱就散出去了，有粮就发出去了。虽然最后自己给饿死了，但是我们都很怀念他。真是个高人呐！所以，你也不必为此纠结，是吧？看看我就是一个好人。小蝶就是不爱搭理我，但我一如既往，所以你也不要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可能小蝶还没发现你的好处。我觉得你就是个好人。那是必须的，要不咱俩这么惺惺相惜，你还发现我这么多优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不咱聊聊小侯爷吧？小侯爷是怎样的人？小侯爷，咱得重点说说这小侯爷。小侯爷年前的时候生了一场怪病，生病之前要多孙子有多孙子，但是生病之后变了，性格变了，脑子也活络了，对我们下人也非常的好，就连每天晚上跟夫人之间哭疼哭疼。小侯爷，你们俩在那儿叽叽嗦嗦的聊什么呢？栓子难受，陪他聊会儿天。哦，行吧，那你们俩接着聊，我再走走。哎，再头顶啊！小侯爷慢走，咱接着聊。王修，王修，没写完了，快起来！王修，有负皇恩，有负皇恩。写好了，那我就给皇上交差。大家请排好队，准备打号啊！钱掌柜，我们都排了一上午了，何时才能轮到啊？哎，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诸位，今天的号已放完，请明日赶早。哎，等，这算什么呀？这算什么呀？我问问，这算什么？对呀，不行，我们要拿号，拿号，拿号，拿号！哎，大伙儿，我琢磨咱们是不是又让那些达官贵人们抢了位了？哎，你们想想，有这好事儿，哪能先轮得到咱们经商的呀？想想也是啊。大伙儿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大伙儿啊，想为灾区做点事情的心情，我们理解了。没有拿到号，心里急躁，我们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我向你们保证，就放号这件事上，我们侯府童叟无欺。绝对公正。胡说！天没亮我就在这儿等了，怎么到现在都轮不到啊？这位善人，劳驾你跟诸位说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到的？昨天半夜呀。你看啊。好了，4号这儿来，来给个好。哎呦，这捐赠多少啊？米子100斤。再加粟米100斤，哎呦，全部10倍！哎呦，也就是说这米子1000斤，粟米1000斤啊？对，
不对不对，你个老娘们，你懂个屁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嘿呀，这到底对还是不对？啊，对对，米子1000斤，粟米1000斤。好嘞，记下了啊！米子1000斤，粟米1000斤。那敢问我这名号？哦，名号啊，哎呀，按照捐赠的等级嘛。哎，好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哎呦，小善人，小善人。哎呀，哎，敢问，要是再提升1级的话，还需要再加多少？想再升1级啊，捐2000斤米子，2000斤粟米。下一个5号。哎，再等等，就米子2000斤，粟米2000斤。下一个5号。哎，再等等，我要当大善人。哎，陛下，这是王修带你的罪己诏。这王兄慢慢腾腾，这都过了几天了。哎，媚娘，这文章岂能用时间来衡量啊？陛下说的是。哎，拿来我看看。陛下，陛下，没事儿，让媚娘担心了。媚娘，还是你替朕念念吧。罪己诏，谁是最可爱的人？最可爱的人。接着念。在大唐的每一天，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。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，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事，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。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，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？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？我们的人民，我们的百姓。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朋友，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，爱我们的领袖，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百姓和战士吧。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。陛下，念完了。陛下，这个王修写的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呀？这哪是罪己诏啊？这，陛下，我看，但是我却被感动了。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将焉而不至矣。这王修深知朕心啊。但这篇文章文词粗鄙，音律不通，实在有失正题啊。这有什么？满口宾利固然文辞优美，但言之无物又有何用啊？王修此篇待你的罪己诏，言简却意深，朕甚为欢喜。是。你马上将此罪己诏交由中书省审议，明日立即颁布。诺。媚娘，朕想出宫走走，你意下如何啊？臣妾这就着人安排。哎，不用，就咱2人。不是说好就捐100斤米子吗？谁知道这是撒的什么人来疯？你懂什么？我现在可是大善人。大善人能当饭吃吗？我是大善人，你就是大善人夫人。大善夫人，我是大善夫人。对，大善夫人。从前往后，咱就跟这帮走，去王修家看看。排队去，老东西！哟，你怎么说话你啊？什么怎么说话啊？对你这种不排队的，就这么说。娘娘腔！哎，你这位朋友，敢问募捐还要排队吗？排队妈！实不相瞒，昨天夜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排队拿号了。现在
不仅是整个长安城，就连京城周边的富户都来这儿排队募捐。哎，众位啊，今天的号都排满了，明儿个请早。哎，别介呀，怎么又没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善人，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排的？昨天下午。听听，散了吧。散了，明日赶早。王修接旨，臣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王修和陈四姑娘在此捐款捐粮赈灾活动中表现突出，为我大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为此昭告天下，通令嘉奖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王公公。王修，这次你家可为我大唐立下了大功了。皇上特令嘉奖你和陈四姑娘，你可要感恩戴德，报效皇恩啊！王修一定再接再厉。那我就走了啊，公公慢走。我可真走了啊，公公真慢走。别忘了给王公公带几瓶酒花玉露。哦，那我哪能忘得了呢？酒花玉露早就给王公公备好了，老四，快去拿。得嘞。啊，见笑了啊，王修。没有，应该的。你是来求什么亲呢？你是不是来找小蝶求亲的？小蝶是谁？那你是不是来找达来求亲的？达来又是谁？哦，那请。好啊！不行，这个老东西我忍他很久了。别！什么？嫁给姐夫？夫君，进来吧，我听到你回来了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。